王修、王子豪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听闻苍梧县男爵王修雄韬武略，天纵奇才。眼下战事四起，大唐正是用人之际，朕特招王修入伍，加封右卫路使参军。钦此。军爷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是3代单传，不符合征兵条例呀。扶王将军到兵部议事。啊？侯爷，哎，得罪了，不是，我，你们不能这么干呐！我是3代单传，52年体弱多病，陈学阳，你个幺蛾子！夫君。辽东传来捷报，在将军苏定方的领导下，我们歼敌1万余人，因夺回13座敌人的城池。因天寒地冻，为体恤士兵马匹，攻势已经停止。待来年春天气候转暖，我们再战。王参军真是用兵如神呐！如今前方大胜，皇上定会颁诏嘉奖兵部，我们这些弟兄可都借了您的光了。哎呀，小事，不值一提啊！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啊！您在这儿动动嘴皮子，我们那儿就打胜仗啊！我在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总算见到运筹帷幄的活人了。好了，不抽了。这个一晃半个多月也过去了，如今战事暂缓，也是时候该回家看看夫人了。是，王参军劳累了这么多天，是该回家看看了。那就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夫君去了多长时日了？半月有余了。夫君不在的日子，府上都冷冷清清的，炕烧的再热也不解寒啊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这月月的日子也临近了，没有卫生巾的日子可真难熬。夫君，其实好想你啊。你们这帮老娘们真是没出息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烦都烦死了。不是姐说你，你看看你，这吃没吃相，做没做相的，还真把自己当老爷们儿了。就你这个样子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大不了不嫁了，跟着姐夫做生意。再不济，我去兵部混个一官半职也不错。你呀，真是错投了女儿胎。夫人，夫君回来了！快坐。哎呀，这半个月辛苦了，都是妾身不好。哎，怎么还穿着这个呢？再不要了，酸死了！你们慢慢腻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你不跟咱们一块腻了？是啊，我跟鸡腿腻去。夫君为国效力辛苦了，那边吃的睡的还好吗？还好。夫君，你还没吃饭吧？饿死我了。那今天是冬至，要不咱吃馄饨？吃馄饨，冬至应该吃饺子呀。人们都说坐着不如倒着，好吃不如饺子嘛。吃饺子，我最喜欢吃饺子了。既然夫君想吃，那咱就做。想吃什么馅的？家里面有韭菜吗？想什么有什么，妾身啊，这就让钱管家去买。那咱们就吃个韭菜猪肉，好吧？吃饺子。哎，这小侯爷、二夫人拿这么多竹竿干嘛？哦，这是做爆竿用的。爆竿？对，什么是爆竿？爆竿啊，就是过年烧的，给来年起个吉利。去年咱们家就烧了一堆爆竿，结果现在咱们侯府上越来越红火了。钱叔说了，今年再多烧点，让红火的。哎呀，好啊，那快进去坐坐看，我也看看怎么做。好嘞。二娘子，来帮忙啊！儿子，把它塞瓷实了啊！哎，好。钱叔，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啊，就是把硝石装在竹节里，密封好了就成了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放在火里烧，噼啪作响，热闹得很呐。硝石啊，怎么不弄点火药进去啊？这就是火药啊！不是说这种，我是说那种黑黑的粉末，比硝石厉害多了。有没有那种东西啊？黑黑的粉末啊！哎呀，没听说过。即便是有，也没硝石好使。
老汉我都用了20多年了，消失绝对可靠。那是你没见过黑火药的威力，说炸瞎左眼，绝不炸瞎右眼。共产党都禁止燃放了，等我亲自配置出来，让你们也开开眼。这可算是我第一次在唐朝过年，不弄出点动静来，那也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夫君，你说这个真的比爆肝还厉害啊？一会儿你就请好吧。呀，来了，快！来！哎呀，小侯爷，东西齐了。好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去吧。1硫2硝3木炭，硫磺、硝石、木炭，多了点。哎，差不多。也没给我带个棍子。传说中的火药就这么成了。啊！哎，给他弄瓷实了。钱叔，哎，钱叔，你来试试这个，填点这个，填点这个。啊，好，哎。哎，停！咋了？不是，这东西我刚配出来，我心里没底啊！你别装太多了，咱们先拿个小的试试，别伤了人，不值当了。哎，对，这根行，也别填满了，填一半就行了，剩下的用纸塞上，塞紧了。小侯爷放心，老汉我用了20多年的爆肝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这黑火药虽然没用过，可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钱叔。您这次就听我的吧，别再有个万一。小侯爷既然这么体恤下人，那就听您的。这整个长安城，就咱钱叔的爆肝是长安城最响的。谁要敢吹牛逼，我拿你的宝剑，我戳他！好，钱叔啊，哎，一会儿把那个填了黑火药的就给我就行了，其他的你们先烧着玩吧。哎，算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啊，我亲自来放。小侯爷，还是老汉来吧，往年都是老汉放的，就不劳小侯爷的驾了。啊，钱叔小心点啊。没事。好。钱叔，出什么事了？快来呀！出人命了，快帮忙！哎呀，这是怎么话说呢？二娘子还愣着干啥？快背呀！快！哎呀，来！二娘子，来，快点！这边！钱叔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，活了！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能哭就没事了。那个，栓子，赶紧去弄点热水给钱叔洗洗。哎，好嘞。二娘子，你去外边把那些破烂的都收拾了，要不然夫人回来该生气了。快！小侯爷啊，能不能让二夫人回避一下？你回避一下。哎呦，这回可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了！往后让我老汉还在侯府里怎么为人呢？碍事啊！哎呀，自家人。哎呀，我老汉糊涂，怎么不听小侯爷的劝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下回注意就好。再没有下次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碰那个爆肝了。
侯爷让我的两腿发软，到了屋里给我拿条裤子来。你好好歇着，我呀，这就去啊！谢谢。深呼吸啊，深呼吸。哎，对呀，别笑了，先生，你快去给他换条裤子吧，别着凉了。对了，侯爷，我这就去，笑得头疼。夫君，改天让管家再做几个爆肝成吗？不成，你没看见刚才多危险？你还想玩？我回头就把那些火药都给他收了。对。不许闹了。夫君，我给您捶捶腿，您眯会儿。哎，笑死我了！睡前捶捶腿，解懒解乏又解累。夫君这么早就躺下啦？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南山风景好不好啊？美，但是前人更想看钱叔烧爆缸。你都可知道了。方才胡账房都告诉妾身了，没想到钱叔一把年纪还这般顽皮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那老头啊，爱逞能，给他吃点亏，长长记性，以后就不敢了。那夫君就太小看钱叔了。这老头啊，可是咱府上出了名的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这会儿啊，正在前院研究双响的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哪行啊？这多危险啊！我得去把火药给他们收了，闹出人命来就完了。真要闹出人命了？哎呀，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呀！这区区粉末能有如此的威力，了不得！小侯爷真乃神人也，真他娘给力！不是老钱呐，你这人可真没记性。你说刚才差点丢了老命，这会儿又变本加厉，可整出个双响来，你真是怕什么？一回生二回熟。这小侯爷不是说了吗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哎，对！哎，我不是我耳朵！钱管家在烧啊！还玩呢？小侯爷，夫人您也来了。哎，我倒是想烧来着，可是火药用完了，爆杆也没了。那就去买啊！这大过年的也不多准备一些，多扫兴啊！现在就差人去买，多买些。侯爷夫人，这火药没地方去买，这是小侯爷亲手配制的。夫君，那有再配一些嘛？妾身还没玩尽兴呢。哎呀，求你了！哎，好，配。但是呢，要约法3章。第一，只准看，不许自己烧。有违反者，休想让我给他再配第2次啊！第二呢，今天晚上太晚了，邻居们都睡了，要有公德心，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所以呢，等明天一早起来再给你们配。第三呢，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是最终解释权还是归我所有。我老汉也搞出了4联想，这简直就是名扬四海、四喜临门、4通8达、志在4方啊！夫君太有才干，跟我分享了。别怕，我保护你啊！这玩意儿，这他娘的太吉祥了！想和你比武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比什么呀？你再厉害，有那炮仗厉害吗？一个粗人，真俗！等你只胳膊，我信不过你。
看着先吧。哎呦，走好，你这又发明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竟然能发出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动静！哎呀，德昭兄又来了呀！哟，哎，你早说嘛！你早说，我给你安排个好地方看看呀。啊，无妨。那个爷爷昨天晚上就听到动静了，他派我来啊，今天一早上就来探虚实。果不其然，就是你府上传来的。对，是啊。其实我也不想扰民啊，只是二位夫人想听听动静，我也没辙呀。那不碍事。那个爷爷啊，他其实让我来啊。问问你这个玩意儿是从哪儿买来的？回去的时候非要让我拉2车，你看。哎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此物没得出卖呀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爷爷拉几筐就是了，好吧？既然来了，也不能不进去是吧？请。好。本来爷爷说今天早上他亲自过来的，怎料到昨天晚上他老人家吃积食了，肚子胀得难受。这不刚好，我过来一个是打探爆肝的消息，二个是还有一事相求。无事不能三宝殿啊，你说吧。就是那个冰糖葫芦，小弟能不能再带几串回去，让他老人家消消食？德昭兄难得一片孝心，小弟自然成人之美啊。正好明天我去府上看程爷爷，顺便给他带过去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哎，别，子豪兄，明天送那是你送的，今天且让小弟先送几串回去，也算小弟孝敬爷爷的，也省得年关里边多挨几顿家法了。哎，不，你看看，昨天还出几下呢。行了，别拖裤子。小迪啊，你去给程小公爷拿几串冰糖葫芦。哎，小迪，多拿几串。啊，对，多拿几串。哎，够意思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功课不是做的挺好的吗？怎么又挨打呀？别提了，自从你在右武卫混了一个差事，小弟我也有些动心呐。回头找爷爷商量这事儿，说是过完年去军中效力，也不知道哪句话没说对付，就挨了几下。哎，子豪兄，你要是心疼兄弟啊，明天去的时候你帮兄弟美言几句。你看我老大不小个人了，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一直想到军中长长见识。德昭兄，这种事儿我来提不太合适吧？你参军的资格不够，就算你爷爷答应了，你也去不成啊。那子豪兄你怎么去的？你说我爷爷不让我去军中效力，逼着我跟你学什么兵法呀、算术的，不去军中效力，学天书都没用。也不知道爷爷想什么的。你爷爷这是想的周全啊，让你学兵法，没说让你上沙场啊。他是想让你替程家保留这份学术，将来传给子孙后代，说不定哪一代就用上了。那我不管，我就要去。子豪兄，你得帮我说说话，算我这个做徒儿的，求你了。好吧，既然徒弟都这么说了，那明天我先去你府上探探老爷子的心思啊，见风使舵，看情况我就把话题往参军上扯。哎，至于成不成，我就不管了啊。你也知道你爷爷那脾气。小弟先谢过子豪兄了，您老亲自出马，一定是马到成功啊。二女，今天晚上你回自己房里睡啊？冷，冷也不行，我跟夫君有正事要说。你，行了，你睡着了。都赖你。好，哎呀，不少东西啊。程爷啊，您尝尝这个。哎呦，他娘的，冰糖葫芦，这是爷爷最喜欢吃的啊！你小子还是孝顺啊，爷爷没白疼你。爷爷可别这么客套嘛。哎，爷爷喜欢吃呢就多吃，这玩意儿开胃健脾，有百益而无一害。吃，我吃。哎呀，好啊，爷爷，好吃吧？好酸呐。好。哎，子航，我看这个是不是昨天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爆肝啊？哎，对啊。那天听那个德昭兄说您特别喜欢听这个动静，特意给您拉了一车。快去，点上，让我见识见识。听听这个啊。
嗯。哎，点着了吗？你跑啊，快跑！哎呦！没事吧？啊，太厉害了，这玩意儿。嗯，还行吧。哎，大哥，你跟我爷爷提我的事儿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不过你爷爷提了。那我爷爷怎么说呀？哎呀，这个德昭啊，你爷爷不是一般的溺爱你啊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看我关在家里边很无聊嘛，你明白的。你爷爷是不放心你，怕你出去吃亏。不是笑话吗？我吃亏，就吃你的。哎，那边是王参军吗？哎，小狗，还一个人滚过来！成哥，您老也在呀，可想死兄弟了。刚才走路走得急，只注意到子豪兄，您老一向还好啊？啊，好得很。你最近咋样？没有因为四处欺负人被人给拾掇了吧？没，哪有？成哥，小时候的事儿你就别提了。兄弟早学好了，这不正军中为国效力呢。哦，您瞧瞧。啊，原来这厮是个起是非的货，在外面横行霸道，被人家剁了几刀回来搬救兵的小碎催。进去多少时了？没多久，6月底进去的，快半年了。这子豪兄和成哥还真是，兄弟还以为外边乱传的呢。说，说我们俩什么坏话了？谁传的？成哥，你千万别动手啊！这小弟没说清楚。小弟听说成哥您拜子豪兄为师，可是真的？批评了你，话也说不清楚。成哥息怒，小弟军中学的坏毛病啊，您别记住。拜师的事嘛，那倒是真的。子豪兄是代父收徒啊，如今我们俩是师兄弟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秦玉，我们仨现在都是同门。子豪兄比我略为年长，我都叫他一声二师兄，清楚了吧？你也别搞混了啊。下回再敢胡说，我让你婆娘到护城河给你收出去。我说呢，这当日一见子豪兄就知道您不是一般人的。这小弟军务繁忙，昨日里才回京城。您也知道，这军务里的消息没个实话，是吧？这大冷天的在道上站着，冷得不行。要不小弟做东，二位哥哥一同前去喝上两杯，暖和暖和，怎么样？这个好。行，刚好我还要问你军中的事情。来，子豪兄，一会儿咱们就差人给家里边传个信儿。啊，好，来，走，快，请。啊，队长，总来了，来，走，里面抢，来，哎呦，走，怎么连个小二都没有啊？老板亲自招呼客人的啊？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小二都回家过年去了。不是被你吃了吧？没有，玩笑。啊，原来这一到春节，城里人就吃不上饭的习惯，打这儿就开始了。什么？子豪兄，您说啊，没什么，点菜。啊，老板去，来点肉，弄点酒，去吧。好嘞，您慢等。师傅，刚才跟我说说，里边咋样？苦啊！来，瞧瞧啊，看打的，前段时间打的，背后还有，连8粒都没好下去。看，轻点，不能碰。老板，快点，肉咋还不上来？想饿死老子呀！你小子肯定是干什么坏事了，打你也活该。平时你们都干些什么呀？苦啊！来，瞧瞧啊，小弟娇生惯养的，一进去就给发了榔头，一天就在厂子上钉木桩啊。说是叫什么练力气啊，一天要是钉不了20个木桩，那就是一顿狠揍啊！那比您当年可揍的狠多了，是吗？啊！你想想，这大日头底下，小弟光着脊梁钉桩子，稍微偷个懒儿，那就是一鞭子上来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？有这么过分吗？啊！行，别拖了，我信了。我跟您说呢，这还算好的。上次我们跟那帮畜生争天字团，就是军中团队比武，那帮人呢都下狠手的整啊。完事后，小弟身上让那帮人弄了3窟窿，全明晃晃的，血喷了老高了。
来，后来呢？正常没？没，别提了，人家都是几年的老手了，小弟一个生担子。哎，您慢用，您慢用。没给弄死就不错了。哎，来喝。哎，少来点，少来点。好嘞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干一个。来。太邪乎了，哎呀。这家伙吃相倒是能看出来，平时他妈最他妈挑嘴，豆腐碰都不碰的啊！豆腐，二位哥哥，您知道里边都是啥伙食不？别说豆腐哈，平时肉都不缺，那你可他就不给你好好做呀！这甭管什么东西，都混一锅里煮。嘿，咸呢咸一天，淡了嘿嘿去要把盐，那就是一顿狠打。军营里伙食哪是人吃的呀？哎呀，出京练兵的时候呀，连家里烧的桂花糕都不准带，一去就是半个月呀。回去再吃的时候全馊了。德昭，你听听啊，你听听，你爷爷不让你去，那就是对的。那我进去还指不定谁打谁。你他妈小子太没用了。是。来，走一走。行，吃的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您二位忙着，小弟就不打扰了啊。你吃饱了就跑，走了啊！去吧。告辞。这好歹说也是曹尚书的儿子，都给折腾成这样了。就你，要是进了部队，谁管你爷爷是谁呀？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依我看，他这样也挺好的嘛。哎，瞧见没？半年前我一脚能踢他5个跟头，刚才就趔趄了一下。哎，说明他在军营里没白挨打，身子骨变结实了。我估摸着我俩要真打起来，没个3、5下摆不平的。哎，我怎么就这么蠢呢？早上说，那个年后宫里的足球赛啊，你就把我编进去，场场都让我上，我就不信露不了脸了。咱们就拿下个首魁给他看看，皇上有封赏的，到时候小弟一句话就行了，也怕是拦也拦不住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走吧兄，告辞了。哎。这还有为了当兵不择手段呢。这不是兰陵的马车吗？他不是去南山了吗？哇，震死我了！夫君，经过公主殿下。夫君，忙了一天，辛苦了吧？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哎，站这儿干嘛？外边冷飕飕的。进屋吧，上炕啊。我是说，上炕上暖和呀。傻样，笨嘴笨舌的。他真就这样，还望公主见谅。无妨，这子豪就是心灵手巧，改良后的爆肝跟之前就是大不相同，声音呐震天的响。这本宫还是好奇着呢，一会儿仔细讲讲其中的奥妙，让本宫也开开眼。这个，哎，好说嘛，进屋说，来，进屋，来，公主请坐。公主，您二位先聊，我去准备些茶点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话都不会说了？当心让你家才女看出破绽。看出什么破绽啊？我们俩干干净净的，没做什么亏心事儿。是吗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怎么听着这么没有底气呀？怎么没底气？我这底气这么足。别说这个了啊！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
这都年根了，你不忙吗？我一寡妇家有什么忙的？今天是专门给你送些年货过来，都是自家庄子上产的。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怪想你的。哦。对了，今儿你是不是到程叔叔那儿去显摆爆肝了？我显摆什么呀？关键你看我们家那管家呀，不让显摆能行吗？钱管家，哎，夫人。让栓子他们把这收拾收拾，冬天干燥，别起火了。哎，好。栓子，栓子。让他看见也好。今儿要不是我亲眼见了，还真不敢相信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东西。刚才不小心让那竹屑溅到了，这会儿还疼呢。你看看。哎呀，还疼吗？没事儿，就破了点皮儿，用口水消消毒就好。这多亏是竹屑，要是石子儿、铁片之类的，这手就没法看了。哎，你说要是换成石子儿、铁屑的，会不会有作用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把那爆杆做大一些，里边塞上这些东西，那我大唐的将士岂不是战无不胜、所向披靡了？哎，停！这个黑火药的事儿，我已经答应程爷爷献给朝廷了，而且也答应朝廷，配方不能再外泄了。至于里边填的是什么，就是工部的事情了，咱们俩就别跟着操心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这心里想些什么，嘴上就说出来了。要不是你告诉我，还真不知道里边塞的是黑火药。配方有没有？拿来我看看。配方不给，万一被你泄露出去，对我朝不利。还有啊，那个东西非常危险，一会儿，哎，你就看看就行了，不许拿走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太心急了。这些事儿本也不是我一妇道人家该管的。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造纸坊的事儿。我想等天暖和了再起一座，你看呢？这反正工艺你都知道了，你就再起个10座，我也管不着啊，随便吧。夫君一大早想什么呢？伸舌头。哎呀，这大过年的什么样子？没舌苔好着呢，赶紧起来吧，今天一天事儿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二女还睡觉呢，昨天晚上讲了一宿窗花，让她多睡一会儿。把她给忘了，昨天一夜没睡，今天让她好好睡睡，晚上还得熬夜呢。对对对。哎，夫人，今天多告诉告诉我规矩啊。一会儿啊，让下人烧点热水，夫君先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咱们去祠堂祭祖。今年咱家光景好，多添点供奉。哎，夫君昨晚把鞋踢哪儿了？哎，行行，你钻被窝吧，你别找了，我自己找啊，我自己找。哎，算了，你也别找了。哎，那边有双新的，今天过年夫君穿新的。这鞋啊，是二女腊月里给夫君新纳的。这丫头的手艺啊，还算看得过去。好看吧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咱们家又不缺钱，干嘛自己弄这个呀？你们俩谁累着了，我都操心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我都听别人说了，这纳鞋底儿可麻烦了，就是有顶这儿的，都容易弄得满手都是针眼。二女才多大呀，老干这种粗活，以后你也不许弄啊！你们俩谁再弄，我就抽你。啰嗦，妇道人家的事情少管，赶紧穿上出去忙活。夫人，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你说什么呀？姑娘，夫人，在家操心1年了，辛苦了。讨厌，打滚！昨晚吃糖葫芦了吗？
漱口了。吃完困了就睡了。我说嘛，有味儿。啊！讨厌，大过年的都能玩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前面不是打劫吗？嗨，刘少兄，子豪兄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你爷爷有没有难为你啊？没有，他说的特别豪迈。怎么说？他说你出去就别想回来了，真豪放。啊，对了，南陵公主的马车刚才也从那边经过，也是往山庄去的。钱叔，你们走你们的，我们俩走走。啊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长时间不练确实不行。打的那套叫什么球？真暖和啊！是啊，你听听这鸡飞狗跳的，这山里边物资还真丰富啊。哎，待会儿咱们去拜访兰陵公主，给她送几串冰糖葫芦，一定很高兴啊！你去吧，这个马屁你拍就行了。我一会儿钓点鱼烤着吃。那我也不去了，烤鱼重要。哎呀，德胜兄刚才那招真是插的鬼哭神嚎啊！我爷爷说了，成家的男人从小都得会插，改天我教你。这是用生命在插呀，是吗？哎，夫人，你们都到了。啊，哎，这是。刘昭兄刚才用灵魂插了几条鱼，说一会儿我们要吃鱼啊。啊，这天寒地冻的，也不怕掉到河里去。哎，给夫君拿件衣服来。哎，不用，你去把栓子叫来，让他弄点柴火，一会儿我们烤着鱼吃。哎，烤着吃啊？那还不如让厨房直接煮了得了呢。那怎么行？是啊，那怎么行？既然我们都有农家乐了，还不原生态一把，就烤着吃嘛。啊，夫人你就别管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弄好了喊你。去吧。好，选一条。这个大。好，就它吧。这个味道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哎，德州兄弟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？我急得很呐。我也急得很呐，可是我们要等夫人啊。栓子来了，小亮子来了。把这个给我均匀的撒在上面就行了。夫人，哎呀，你再不来鱼都要糊了，快！大老远就闻见香味儿了，你果然厉害。来，这条差不多了。我，哎，你吃这个小的。这个给你。你这个叫什么孜然的这个玩意儿，味道真地道，好吃。一点也不腥，还挺鲜美的。那好吃你就多吃点儿。哎，子豪兄，是不是咱们把公主一块叫过来享用啊？啊，要不我给她送2条吧？这一共才几条啊？你还给她送几条？我们吃什么呀？也是啊。啊，那我给她插2个。侯爷，兰陵公主来了。怎么说曹操的就到了？德州，你这张嘴真是乌鸦嘴啊！你只要买彩票的话，兴许还能中点钱。栓子，哎，快拿个垫子来噻！小侯爷，哎，我把兰陵公主给领来了。欢迎公主大驾光临啊！公主，好香啊！我是不是来的不凑巧，赶上你们吃饭了？没有，凑巧，要不然我也正打算把这些鱼给您送过去呢。都坐吧。刚才还正说着给你送过去呢。想不到如此简单的烹饪方法，味道却这么美妙。又是子豪的主意吧？主意是子豪的，但这鱼是我弄的呀，也是我烤的。公主，你要喜欢，我再给你插几条。不用了，已经很好了。
然，公主，这实在是让诸位见笑了。这把过年的饭都吃了，这会儿撑得厉害，实在是喝不下了。夫君，妾身也喝不下了，再喝就吐了。天色还早嘛，要不然咱们进屋再喝杯茶？茶也免了吧，我从城里刚过来，带了好多东西，正好回去收拾一下，也消消食。等晚上得空了再来串门。哦，那公主慢走，我就不送了啊。等了好长时间了，有些累了，上来走。吃完就睡啊，真不怕胖。别摸人家这里，心里痒痒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没感觉？少得意。说说，这几天是不是过得很惬意呀？那是相当惬意啊。分了那么多红利，昨天又跟他们商量着要准备修一下我们家的花园。就差夫人也是个大胖小子。哎，那天我查鱼的时候，你跟夫人聊得怎么样？我们家夫人好像对我们俩的事儿有所察觉，但就是不说。是啊，开造纸作坊的时候他就察觉了。可是他好像对我们俩在一块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你印象也挺好的，也拿你当外人。那是我故意给他留好印象。自从那天在你怀里哭过以后，我就想清楚了，随你怎么折腾吧。等我老了，你看不上眼了，常来说说话也是好的。不，你这么说话，把我说的也太不是人了吧？那我要是就这样想占你便宜的话，我还不早就把你就把我怎么样？你别欺人太甚啊！我可不是毛头小子，把我逼急了，就真有把你给……就会耍嘴皮子。把那天的歌再唱一遍吧，那个调调好听。你唱，我给你伴舞。你唱，我就坐你怀里听，你抱紧点。哎呀，这个姿势啊，我都喘不上来气儿，我怎么唱啊？就知道你今天心不在焉。那天你心里就我一个人，今天还想着别人。我也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明知道你心里没有我，还白白让你占便宜。哎，这事儿我得跟你说个什么？你别口口声声说我占你便宜行不行？我占你什么便宜？那天那个破裤腰带的事儿已经够让我丢脸了，早知道我还当初早就把你给办了。那天那个裤腰带，我今天还扎着。你要不然再看。哎，别！我跟你说实在的啊，早先啊，我这心里边还真存了一点占便宜的心思。可是后来呢，每次一见到你，我就心里边特别踏实，特别舒服，这种想法也就慢慢淡了。那说明你心里已经有我了，比那些上来就想占便宜的还可恨。你可恨，你可恨，你可恨。你说咱这小侯爷，可谓是唐朝地地道道的好男人啊！就连这吃元宵，他都亲手舀给夫人们吃。如果换上我，遇上我爱的人，甭说舀元宵了，就是生孩子，我都亲力亲为。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唐朝地地道道的纯爷们儿？问你话呢，算不算？应该算是吧。什么叫应该算是？这本来就是。谁要是嫁给了我，我肯定把她培养成唐朝地地道道的纯娘们儿。你考虑考虑一下呗。你啊，他还差不多。谁？还有谁？这么帅一小伙站在你面前，还有谁？说，他是谁？他是纯爷们儿。5个字儿。你怎么也说5个字儿？你好端端学什么二娘子？二娘子在哪儿？你一提二娘子，你瞎激动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二娘子可坏着呢。
以后离他远点，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知道长安银剑小霸王吗？就是二娘子。想当年，她手持2把银色宝剑，从东长安街一路砍到西长安街，来回砍了3天3夜。可她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她一眼都没眨过。你说她坏不坏？你是说他从东长安街一直砍到西长安街，砍了3天3夜？3天3夜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纯爷们儿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他还有一句8字真言呢，叫有情人做快乐事儿。说的真好。你知道是啥意思吗？我给你解释解释，什么是有情人？我就是有情人。什么是快乐事儿？咱俩现在做的事儿就是快乐事儿啊，所以你要多和我亲近亲近，知道不？胡让吗？继续啊！不继续。磨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磨得特别好，再给我半个时辰，就磨好了。磨得细。哦，越细越好啊！今天晚上啊，务必磨完，不然呐，明天小侯爷会怪罪的。好。对了，把那塞子啊都找出来，洗一洗，晾上。明天呐，滚元宵的时候要用的啊！好嘞。那我就先就寝了。你们2个呀，忙完了也都早点歇着吧啊！胡先生慢走。继续。小蝶。夫人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云家人呀？云家一直惦记着看夫君的笑话，巴不得咱府上家破人亡才好。啊，这天底下还有盼着别人家家破人亡的。你还小，不懂这些。我不小了，老爷都扛不动我了。我问你，如果咱府上败了，是不是得变卖祖产？所以啊，云家等着买便宜呢。公主殿下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呀？咱们之前可是有协议的，你这么无视协议，单方面制定价格，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太没有合作精神了？市销本就是这个价格，咱们又不亏本，这价钱如果定高了，好些穷人就该用不上了。穷人连朝廷都管不了，你让我管啊？再说，你以为你把价格定得这么低，老百姓就能用上便宜的纸张了？你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已经比主纸的价钱高了2成了。要真照你说的那个样子，多少人能买得起？你王家又不缺钱，少赚点能怎么样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做过市场调查？知不知道关中道上对纸张的需求量有多大？这哪能有个准儿？你知道吗？在建作坊之前，我就已经做过调查了。整个长安城有7家经营纸张的商铺垄断了市场。赚起钱来倒是肯费心思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那就意味着，我们就算拼了老命往死了干，最多也就能占到市场份额的2成。再说了，我们纸张的质量可比主纸要好的太多太多了。你定的价格那么低，一到市场上肯定脱销啊，供不应求。那不是正好吗？钱也赚了，名声也打出去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出钱再多建几座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你得建多少作坊才能垄断市场啊？我有钱，不怕起作坊。行，就算你有钱，你垄断了市场，那你再算算有多少关中人士能用得上咱们的纸张？这又是何意思呀？你别忘了，商人重利。你以为你把纸张价格定那么低，老百姓就能买到便宜货？商人是要看市场供需来制定价格的。你人家一倒手，还不是卖高价？
再说了，你垄断了市场，人家不能拿到剑南、拿到江南、拿到国外去卖吗？原来如此，我还真没想到里边有这些门道。要不是你一语道破，还真是让那些奸商钻了空子。你呀，就是瞎算计。你是我捡来的，从小跟着我，如今也快长成了，过阵子就让你跟夫君圆房吧。哎，这个老四没个规矩，别人要土电话都有个章法，就他毛手毛脚的，一辈子也没个品相。你要真是我夫君就好了，我还真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。现在这样不好吗？不好，要是嫁了你，就不用每天跑这么多路，可以整日里陪着你捣鼓那些旁门左道。什么叫旁门左道啊？我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。你就敢说当初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没有一点私心？我敢说，当然有那么点儿啊，但是我不为蝇头小利，也不求大富大贵。你想想以后啊，大唐的孩子都能用上我们制造的纸张，坐在宽敞明亮的学堂里面求学，个个都能成为栋梁之才。当他们做学问的时候，建功立业的时候，名满朝堂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我们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的人，但是我已经很满足。在我年老回忆我一生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，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我临死时，我能够说，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壮丽的国家，为大唐的繁荣兴盛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默默的奋斗。本宫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把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说得如此豪情壮志。明知道你心口不一，还是被你的谎话打动了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好，口说无凭，那咱们立个字据吧。啊，我准备好了。等我拿回去仔细看了再说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那个卫生巾还有那小内裤用的还合适吧？那个怪怪的，我还不会用呢。这都不会用？下次我教你啊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说点正经事儿。昨天我回去以后听说，高丽支援百济的3万人马已被苏定方迫于满金桥，而朝廷也决定让薛仁贵带兵讨伐高丽，驻扎新罗的刘仁轨也已起兵，对其形成3面包夹之势。啊？渴死我了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到底渴还是饿啊？哎，先别急着吃。姐问你，花露水进展如何啊？还是供不应求，这回咱们要赚大发了。不是姐说你，好歹你也是个大家闺秀，你就不能像你姐一样嘛，端庄沉稳一些。哎，二女，你也别总赖在家里啊，没事跟我去作坊看看。嗯，哎，过阵子我园子装修，你抽点空帮我照应照应呗。没工夫，忙就忙死。姐中午吃什么呀？这大过节没买点元宵？你姐夫说了，要自己做的才好吃，这会儿估计正在厨房做呢。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。等不及就去厨房帮忙，自己动手才丰衣足食嘛。走，二女，陪我去厨房。去吧，我歪会儿。嗯。高丽多山，限制了骑兵的发挥。如果单用步兵相拼的话，伤亡过大，得不偿失。但高丽粮少，如今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毁其村寨，焚其储粮。待到苏将军援军一到，3面夹击，高丽唾手可得。又说胡话！百济现在战事正紧，8月之前如果攻不下百济怎么办？这高丽天寒地冻，难道要我大唐战士在那过冬不成？
再耽搁1年，岂不是延误了战机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啊。不过你这个说法也不妥呀。昨晚啊，他给我掏心窝子了，你猜怎么着？给我符文点啊，我服了他。他说我是个纯爷们儿，愿意跟我这样的有情人做快乐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别乱动！我没，你看你这暴脾气，我一跟你说点什么你就急，怪不得你找不着有情人。他说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一听到你名字，就跟出了闪电似的，两眼放光。经过我想啊想，我就发现，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，但是一提到你名字，他就如雷贯耳。哎，二娘子，你是不是把他给怎么着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佛门俗家弟子，你可不能背着我干那些猪狗不如的事儿啊！滚你娘的蛋！滚你！你也5个字儿，哎，他说话也是5个字儿。你俩有奸情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！别他妈乱讲！哟，瞅你那小身板子，你打到3更也打不匀呢。闪开，我来。都瞧好了啊。二女，咱俩从小长到大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看得惯我姐？看得惯呢。我就看不惯她。夫人是个热心肠，反正你得小心着她点儿，她比你心眼多。你呀，作坊里的事情忙得多，夫人常念你的好呢。辛苦我不怕，我也不用她念我好，但我就是看不了她那张脸。哎，吃不吃糖葫芦？吃。姐夫可真聪明，凡是她发明的，要么就好吃，要么就能赚钱。我给你拿去。来来。平日里啊，在你这里录好的东西，回家我就会整理出来。有什么难懂的地方，就会去请教国子监和弘文馆的教习。如今呢，尚书省那边的教习都在研究你的东西，天天嚷嚷着想见你一面。你可不许怪我啊！我当初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动静来。哎，我这人呐，平日里闲散惯了，这说话办事儿也没个分寸。我又爱钱又爱生事儿，你说，要是让我去领兵，虚报冒领的事肯定少不了我呀。要是让我去当官，那更完了。行贿受贿，那肯定是家常便饭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！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死了啊！谁死了？那个腿给摔折了。谁腿砸折了？你快说呀！急死我！就是咱庄子上那黄牛啊，他从崖上掉下来了，然后把腿给砸折了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他一头牛，他死了也就死了，腿折了，啊！你咋呼什么呀，在这儿？报官了吗？回公主没报，死头牛还得报官？报了，官府派人来看过了，同意咱们自己宰杀，因为是壮牛，罚了咱们600钱呢。啊，对，这是唐朝，耕牛是贵重的生产资料，虽然自家养，但官府是要造册的。如果因为使用不当而造成伤亡，按牛的健康状况，主人会被政府处以不同的罚款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如果不汇报就私自宰杀耕牛，更是要蹲大牢的。算了，罚了都罚了，就认罚吧。那牛呢？啊，正杀呢。咱们家呀，已经好些年没吃过牛肉了，正好今天是元宵佳节，这牛倒像是天赐的。要不公主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尝个鲜？好啊，今儿就留在这儿过节了。啊，那好啊。说呢，你跟厨房说，那牛不让他们弄，听我的调派。还有那个元宵的糖馅是不是已经打好了？打好。为夫今天就给你们做一顿饕餮盛宴。好嘞，小侯爷。妾身倒要看看夫君能弄出个什么花花来。你俩在这儿猫着干嘛呢？公主，夫人，丫鬟呢？那丫头干活不利索，糖馅打得跟绣花似的。
我替他打好了。哟，还可以啊，又粘稠又均匀，不愧是女中豪杰呀！过奖过奖啊！啥时候开饭？我这开胃开大发了，饿得直反酸水儿。着什么急？一会儿撑死你！快去，给我跑趟腿儿，去把我们那个后宅五虎将都给我叫来，一个也别闲着，过来帮忙。得。我们家最大的那口锅是哪口啊？那，就这个。差不多够用。夫人，牛下水放哪儿了？要那玩意儿干嘛？都给杀牛的了。啊？你快给我要回来！这都给别人了，哪还有要回来的道理？再说了，府上从来不留那些东西，多脏。行，反正没浪费就行。这牛下水你也想要，多恶心啊！你们懂啥？你们这个朝代的人就知道糟蹋东西，多好吃的牛杂碎啊！听了就想吐。行，你们要恶心啊，赶紧都去膳厅吧啊！别在这待着了，我要做饭了。你就是想我们碍事儿是吧？不是，我怕崩你们一身血。小侯爷吩咐，都去厨房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呀！哦。快！来！小黑呀！哎呀，跟着我干嘛？你去把那个牛骨头给我剔干净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乱扔东西，明白吗？快！水来了！多搁点水啊，别烧干了。好了，小侯爷。哎，一介屠夫有啥可看？当心烫着啊！做你自己的事儿，烧水。钱叔啊，会烙馍吗？啥？没听说过。就是把这个面呢给它和开了，揉软了，但是也别太软，揉的有点韧劲儿的时候，把它擀成碗口大小的小圆饼，然后扔那个锅里边给它烙上，火别太大，明白吗？啊，我试试。祝你成功。胡先生，哎，我给你安排个轻省点的活吧。一会儿呢，把这个炖肉的料找块干净布给它包起来，系好，然后扔锅里边提鲜，好不好？啊，侯爷您放心，这点小事啊，老奴还不至于办砸。好。啊，我干啥？干啥？你干点啥呢？把那个打好的糖馅儿切成块，蘸上水，然后放在那个筛子里边，筛子。哎呦，搁在这个筛子里边，和上糯米粉，然后一直这么摇，晃，最后晃成这么大的颗粒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不明白自己研究去吧。来，糖馅，水来了！王夫人好久没见你做新诗了。啊，让公主见笑了。谁怜芳醉酒，春露到秋风，真乃好诗啊！二女，快给公主斟茶，愣着干嘛呀？王夫人不用客气。对了，还有那首同福题词，更是妙不可言，本宫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公主过奖了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阙，南轩气象震商山。霸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落帐间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王夫人真是好才情啊！哎呀，谢谢公主夸奖。来，干了。茶。哎呀，以茶代酒。好了。让。
啊，摇的怎么样？哎，不错不错，就按这个方法啊，再摇这么一小筐就行了啊！快去快去！小侯爷啊，来看看啊，是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？哎呀，钱叔啊，你太有天赋了，真是，难怪人家说这个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啊！小侯爷，您可是在夸老奴？当然是夸你了。哎呦，小侯爷，谢谢。哎，侯爷，你看这汤的味道是不是还可以呀？好，我看看。肉烂味浓，回味无穷啊！这汤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哎呀，侯爷，您过奖，过奖。哎呀，好啊，大伙儿都过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晚上咱们全府上下都要开荤，这个牛肉泡馍1人2碗，管吃管够，谁不吃都不行。谢谢侯爷。好啊。小弟，小弟，这碗牛肉最多，你整日操劳，多吃点啊。二娘子，你整天看家护院、强身健体的，多吃点牛肉才有力气。我不能吃肉。天意如此，这碗非你莫属。哎呀，吃多也是吃，吃少也是吃，我佛慈悲，何必纠结呢？你说的也对啊。哎，二娘子，你别吃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佛不会原谅你的，众生也不会原谅你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看小侯爷，你看他这吃肉，味道如何？破见眼值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我们这儿又不是庙，讲什么清规戒律啊？想吃就吃，济公还吃狗肉呢。啊，吃。钱管家跟和尚跑。钱叔和胡先生端着2碗牛肉去灶房吃了。这俩老鬼还挺会享受。行，你们继续啊。哎，小蝶啊，一会儿盛2碗元宵，给公主跟夫人们送过去啊。哎，好，是小侯爷。好，吃吧。哎，小侯爷慢走。吃这个，小弟。我吃。你们这儿干嘛呢？吃撑了，消食儿。一顿吃上10顿喝汤啊！真他娘的撑！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何人来送死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看哥哥，你是侯府最操劳的人，白天得干活是吧？晚上还得看家护院呢，是不是？然后这偌大一侯府，你比狗机灵才行是吧？怎么说话？哥哥，我错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错了。有话直说。尝尝这小侯爷的蛋，整个长安城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好吃的蛋。这个是我从侯府那个东院小侯爷那儿偷过来的。你敢偷东西？你听我说完呀！你怎么老对我动刀动枪的？听我解释呀！这蛋把你喂壮实了，才能保护侯府的安全，对不对？这样小侯爷才能安全，是不是？小侯爷也安全，这不是你的功劳吗？还有事情吗？有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善心善念，助人之功，助人之力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天底下呀就没有见过哥哥这么好的人，是吧？我想请哥哥帮一忙。没必要，废话。哎，好屁，绝对是好屁，而且是香屁。
嘿嘿，哥哥，你看，我是一男人，对吧？我看出来了，这男人呀，得传宗接代，是不是？你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俗人，俗人就得干俗事，讨老婆生孩子，这绕都绕不过去，是不是？嗨，说白了吧，我就想让你把我丫鬟小蝶帮我追到手。怎么帮得了？你看是这样，经过长期的观察，这丫鬟小蝶呀，喜欢你这样练家子的男人。我不行啊，我是文人骚客，我太儒雅了。所以在明天你练功的时候，你帮我演场戏，然后明白没？知道哥哥是疼我的，我也疼疼哥哥。